来继续来看，立法院新国会已经开会2礼拜，不过民众党伫国会战力哪像无当初所想的遐尼啊强。讲上届主要是因为这个助理留任的制度来失灵。讲民众党前后届的立委的助理，敢若25%留落来。民众党内就有人来吐槽，讲民众党的文化就是相信外来的较芳。民众党的立委林国成是帮忙疏言讲话，讲根据着伊个人的了解，根本嘛无啥物流动率，讲这个党团的运作一切拢正常。不会再签6点协议。当初有确定接党团副主任吗？亲身监督立法院总团和立委开会，已经请做民众党的主席郭文泰一定爱行行程。是讲新国会开议经过2礼拜，为调委的选举奉称做小难的政绩，即摆更加传出立委助理的留任率出现27条，民众党赶紧出来稳定军心。据我个人所了解，根本也没有什么流动力啊。所以外面当然只要看到一个离开，那就好像觉得我们都会那个流动率很高。进前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辞掉党团副主任的代志，嘛引起着真侪讨论。是讲留任的机制失灵的团员，嘛唔是无影无只。照理来讲，一般立委的办公室会当请8个到14个助理，以平均10个来算，5间立委的办公室就有50个人。严格伫选举结束了后，2间立委办公室的助理全部拢无留任，其他3间留上济嘛无超过4个人，留任率加加敢若25%。如今就连东北决策款嘛换真侪人。对啊，都还没有吃饭哈。团出不满民众党一人政党的文化，民众党9位票选中央委员有4个人今年选举了后就请辞，包括范强、叶凯、林冠廷等等的人。虽然讲郭文泰甲老几落摆，也毋过拢无成功。只要确定由孙建华、段木正、李国章3个人保卫。有一个27岁的年轻人的中央委员，他是移民到加拿大去。那至于2位，他是因为自己事情很忙，那怕耽搁整个中央委员会的运作，这个整个党务是不会有影响。2024选举结束，民众党并伫国会徛起的同时，对内嘛展开新的组织人事规划。虽讲在惊党内人才库不足，嘛正做2016年想要拓展上大障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